Hello， 大家好，我係宜家楊師奶。上條片我哋食蠔啲，今條片我哋食好啲。暫時返唔到鄉下，就嚟個本地日本遊，行好似鳥居嘅海邊公園，敲日本寺廟嘅新年鐘，食性價比高嘅日本餐。我哋一齊去片睇下啦。以前楊師奶都介紹過呢個公園，就喺 SFU 附近。呢一排嘅木牌好似鳥居咁，幻想好似返咗鄉下一樣。天氣好，過嚟行下超下，感受下東洋風。當然唔少得佢喺 Burnaby 嘅列街日系國立博物館及文化中心。呢間日系中心喺2000年成立，除咗公共計劃同展覽之外，仲提供社區服務同好多文化活動㗎。博物館係免費入場，不過有啲特別嘅展覽係需要收費先至可以參觀。除咗參加日本文化活動，仲有好多其他興趣班㗎，好似柔道、劍道、日本舞同茶道，仲有日文學㗎。裏邊呢間禮品店係出售精選嘅本地工匠作品同日本進口嘅商品。行返出去，仲有一個日系嘅優雅小花園。參觀完博物館，可以行埋隔離呢間嘅日式雜貨店。住咗幾年，最近先知附近有間日本寺廟 Tosenji 東漸寺。喺除夕夜同埋新年都有鳴鐘儀式。新年當日經過，見到太多人，所以第二日先再去。當日日落前，仲見到有日本少女着住和服喺度敲鐘。呢座日本佛教寺廟係免費入場，歡迎大家捐助。寺廟細細，我哋一齊入去參觀下。除咗求籤，當日仲見到有御守賣。行入正殿，可以睇到祭壇擺放住莊嚴嘅佛像同埋裝飾品。東漸寺係由已故日本淨土宗真女橋本瑞長喺1898年創立，旨在為溫哥華地區嘅民眾提供一個體驗日本佛教及相關文化活動嘅場所。每年都有唔同嘅祭祀同文化活動，有興趣就上官網查閱啦。東漸寺嘅鐘係韓國鑄造，大約重2噸，所以單手真係敲唔響個鐘㗎，一定要雙手。敲完新年鐘，祝願一切順利，大家都身體健康。隔離有座觀音堂係供奉觀音菩薩，不過當日就冇開。觀音菩薩日係每個月18號上晝10點鐘，喺觀音堂舉行儀式。大家有興趣，不妨揾日過嚟行下。跟住就介紹我哋嘅摯愛日本餐廳卡伊。呢度嘅 set lunch 以前都介紹過，套餐我哋會揀刺身同壽司 set。呢款 set dinner 同 set lunch 差唔多，只係多咗卷物同埋鴨壽司，係暫時食過水準最穩定嘅日本餐廳。如果同朋友一齊嚟食，就試下其他嘅散叫食物。呢個海鮮沙律份量足，什錦天婦羅炸漿薄脆，炭燒魷魚筒野味，送酒一流。人多分享可以叫呢款豪華刺身，食完仲會免費幫你山炸蝦頭㗎。每次食刺身都處理得好乾身，咁先至可以食得放心。呢碟12件嘅手握壽司組合，件件不同，非常之有驚喜。呢碟 combo 性價比高，散叫絕對唔係呢個價錢。仲有我哋嘅摯愛 beef tataki， 佢嘅醬汁調配得非常之清新好味，係我哋一眾嘅推介。溫哥華當然仲有好多高質素嘅日本餐廳，不過楊師奶好易滿足，暫時呢間餐廳係我哋嘅摯愛。順便介紹埋我嘅摯愛日本甜品，係佢哋。呢個本地日本遊，唔知大家覺得點呢？如果大家都有其他平靚正嘅美食推介，歡迎留言話我知。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
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